89课，70个学生去引带人，真侪人群对耶稣，认做耶稣的学生。耶稣甲因讲，通修行的是真济，通修行的是真济，总是做工的无真济。恁着祈祷求上帝派人去修行。我今仔派恁去修行，我顶选恁做我的工。耶稣派学生去引带人信义。耶稣拣选70个人，伊拣选人先去伊以后要去的所在。伊甲70个学生讲：我拣选恁70个人，我派恁去引带人来信，我派恁先去我以后要去的所在。恁去的所在着医治人。我拣选恁，因为恁有信心。我派恁去的所在，恁着引带人信我，也着教人讲上帝的国近啦。恁着叫人悔改，因为上帝的国近啦。恁以后着转来甲我讲恁所做的工。耶稣就派70个学生先去伊以后要去的所在。70个学生去做耶稣的工。因为好破病的人，因引带人信耶稣，因讲着悔改，上帝的国近啦。70个学生转去耶稣舍，因真快乐。耶稣看因真快乐，因甲耶稣讲：阮真欢喜，阮真快乐，阮真爱做你的工。阮甲众人讲着悔改，上帝的国近啦。真侪普通的人有悔改。普通人真欢喜听阮用你的名贵就离开。耶稣真欢喜，伊讲：我真快乐，因为魔鬼死，我看见魔鬼对天顶落来。我真欢喜，因为恁给伊好破病人。我真快乐，因为恁教人讲上帝的国近啦。我真欢喜，因为恁引带人悔改。恁有通因为贵听恁的话快乐。恁就欢喜，因为恁的名坠伫天顶。以后耶稣祈祷，伊讲：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恁是引带到的人信你。你引带普通人，我真欢喜，因为你听普通人。你互普通人知影你的代志，普通人听你，因有悔改。上帝，你的国是因的。看 Lukas 第10章第1节到第22节。